都没有问题啊，你我他啦这种问题不大啊。翻译比较麻烦的就是长句，或者是你找不到主词，或者是它的焦点在哪里啊？第一焦点、第二焦点啊，有时间焦点啊，地点焦点啊都有。我觉得，因为我们的语言不太一样，那所以我还是想说，因为圣经的翻译已经非常完善了哈，它毕竟是集结很多人的智慧，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一点点啊，会带一点点，因为圣经大概都是长句子啊，长句子。好，这个是在那个耶利米书25章13节哈。Uyan ni suaran ako ikasakit-akit ira tiih ko sa pitafot ako to Babylon. Mahatsay matilil to nini atsotal ko nano ni suaran ako ji Yeremiaan tiih。好，中文是这样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内地。好，这个中文翻译跟阿美语大概有一点点差异哈，那我们还是以这个阿美语为主哈。好，Uyan ni soalan aku ikasakit-akit ira tiih ko sabitfot ako to Babylon 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孤在这里哈，孤主词啊，主词就是 sabitfot ako 啊，这个是主词，所以这边看到都啊，都就是受词哈，受格标记，所以它要刑罚的对象哈，说话的对象哈，是这个巴比伦啊。乌鸦你说的那个那个我所说的哈所说的对象是什么？嘎萨吉达吉各个国家啊，阿伊拉哈，那词根其实是伊朗哈，伊朗词根是伊朗有哈，所以这边呢，它应该是所谓的首音节重叠哈，所以它正确的文字应该是它就是标准的一个音节结构哈，标准的一个音节结构这个才是标准的一个音节结构哈。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文字大概都是如此哈，伊朗好伊朗它，所以我们不会有单独的一个音哈除了连接词之外在音节结构里面不会有单独存在的，包括这个伊嘎萨吉达吉这个也一样哈，应该前面都会有一个音呐、但是很多音都是省略的哈，都是省略的。好，那我们看这个词哈，你说的那个我所说的，乌鸦你说的那个我所说的是那个你要这样翻哦，我所说的是那个乌鸦你说的那个。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变成句子呢？因为这个是个词组哈，呃，那个品节品节嘛，对你可以把它变成句子吗？，Oya ko ni suaran ako。好，很好哦，你看哈，这个就是句子哈。好，加估哈，我所说的是那个哈，可是你看上面是词组哦，因为它没有主格标记，就没有显现主词。就我这边还是强调，就因为我们阿美语真的跟英文、中文是不一样，我们是以什么？以标记标记为主。它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估的前面是什么？估的后面是什么？都的后面是什么？好，我要你说的那个一嘎萨吉达吉一所以我所说的那个是我所说的，对谁说？嘎萨吉达吉各个国家哈阿伊拉拉第一阿伊拉就将会有的，将会发生的，拉第一就是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灾难就是说预言好，这是我们看下面还有哈，好，
乌亚固，好，这边你看，我把这个句子呢，乌亚固萨比德夫斯杜巴比伦啊，我给它精简哈，乌亚固萨比德夫斯杜巴比伦，好啊，作为刑法的是那个什么？作为刑法巴比伦的是那个啊啊，乌亚萨比德夫斯阿固哈，你看把阿固加进来，杜巴比伦哈，乌亚你说兰阿固啊，阿固加进来了，乌亚你说兰阿固伊嘎萨吉达吉加进来了啊。啊，乌鸦，你说的那个一个啥给的给啊啊一啦，好又加进来了，然后最后乌鸦，你说的那个一个啥给的给啊啊一啦啊啦，第一，go 啥比的 foot 啊 go 读巴比伦，这个就是一个变成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句子哈。那当然孤在这里哈，孤在这里啊孤，那都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乌孤都啊，乌有没有？乌在这里，乌孤都啊。是那个，所以是那个是什么？它是动词啊，是那个什么东西，然后再说明。好，好，这是这一句哈。好，再来还有下半句哈。马子在马迪里多尼亚做的过那诺尼索兰国际耶利米亚案了的。好，马迪里多尼亚做的我给它缩减成马迪里多尼亚做的所以你看多尼尼哦被写这个书被写可是如果是按照中文的话，这个书被写，你看它就有主词就有主词，这个书就是主词哦这个被写的书这个被写的书所以有时候你看看因为在这里你看多尼尼亚族的它是什么受格多这个书被写好，如果按照阿妹的话，这本书被写这本书被写但是我们是都哦，不是孤哦。好，好，那个品杰再改一下，变成句子。Matilis konini a tusas。漂亮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简单都改成孤好，马蒂利konini a tusas就是马蒂利a tusas，马蒂利赛a tusas它就是什么？马蒂利赛a tusas，它就是什么？是个词组被写的书当然你说书是被写的，那也是好，马哈兹在马蒂利多尼尼亚佐萨斯那他是从这个马蒂利多尼尼亚佐萨斯，然后呢这个书这本书被写被写了，然后怎么样一次一次就被写过你说了那个再加这个你说了那个我所说的，所以主词是你说了那个我所说的呢一次就被写在这个书上一一的写在这个书上好，再上南怒从属于我所说的南怒就从属于我所说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孤后面会有怒会有怒孤怒，所以这个那是什么？那是词缀哦这个那是词缀哦所以它的词是怒哦怒你说了那个属于我所说的是从我这里所说的南怒好，下面这一句马哈兹在马迪里多尼亚做的古南努你说了哪个基耶利米亚案所以这个基我们看到这个基它是受格基案人民人民或者是第三人称或者是称谓词前面有基后面有案，它就变受格受格这是对耶利米亚耶利米说话好，说什么呢？那第一就是这个这个灾害灾难就是说预言好，这是第一句第一句好，第二句satu suun ako ko semakno Babylon atam sao amicu ai i jangaan mamala kuri no ci ecrai kasakitakit ato
红丁地长了是岸和阿固。好，中文是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这是中文，大概还可以哈。我们看句子哈。好，我他说说那个古什么诺巴比伦那当烧民族爱一张案哈，孤在这里看乌乌孤都都在哪里？都就在这里一按好，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哈，这个人称代名词哈，一张了案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就是被被报复的对象哈。好，所以主词是Semagnu ，Semagnu 当造Semagnu 巴比伦当造巴比伦巴比伦的这个巴比伦人的什么行为我当初是问阿姑我将要遵循去怎么样报复报复，民族爱是报复我当初是问阿姑民族爱一张了案也可以这个句子也可以这样调整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动词词组在这里我当初说呢，国民族爱国是马努巴比伦他们绕一张了案也可以这样子可能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可能这样读会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好，所以它主要的只是我当初说问过马事情要怎么样，将要遵循，将要顺着做我当初说阿顾阿顾加进来了，我我当初说阿顾过是马努巴比伦怎么上那什么后面什么的这个词组加进来，努巴比伦怎么上民族爱一张了案对着他们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受格标记受格标记除了都在人称代名词还有这个称谓词，还有这个人名词的时候可能是鸡后面加案也有可能是一后面加案，应该是在这个人称代名词的时候前面才会有一了正常是一鸡嘎兆万一定要加几个兆然后一鸡嘎兆万后面再加个案好，再来我妈妈来鼓励我，接下来个啥？kita kita 红丁地长了三喊阿哥我妈妈来鼓励长了这个是最精简的句子他们将要成为奴仆。妈妈来鼓励马拉古利马拉古利成为奴仆所以你说这个将成为奴仆，这应该要翻成什么？一定会成为奴仆妈妈他要翻成是一定会发生的，才叫妈妈好，我妈妈来鼓励呢，红丁地长了红丁地好，它的词根是红地黄地这个是这个应该是闽南语介词红地红丁地。那如果是男士的话，它的这个重叠就不一样了我上次有讲到这个7个音因为红地呢本身是7个音红地红地红地1 2 3 4 5 6 6个音6个音好，所以它的这个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好他们是将成为列王的奴隶列王就是红丁地就是复数了几个君王我们马拉古利努一直来红丁地长了一直来大有能力的有力量的
好，我们马拉古里努接出来啊，嘎萨吉达吉啊，嘎萨吉达吉啊，阿杜并列啊，嘎萨吉达吉列国，好，列国还有这个众君王啊，众王啊。好，我们马拉古里努接出来啊，嘎萨吉达吉啊，都红丁地长了撒岸啊，他们这样说撒岸啊，好，后面是汉阿古好，我这样说啊。因为上岸是别人说的，汉是我说的啊，或者是我要这样啊。好，这个是还有一节哈。好，Paswali takuanan ko tapang gawas no Israel layapen na ikamay ako ko matumasay no keter takit pafri ta ikatayraan isu kasakitakit pananum ijangaan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好，我们看这个句子哈。巴刷里大关呢，古大邦嘎瓦斯努伊斯拉耶孤在这个地方孤，所以孤在后面大邦嘎瓦斯努伊斯拉耶后面就整个是主词主词所以其实你看这个一大关呢可以摆在后面，巴刷里古大邦嘎瓦斯努伊斯拉耶的一大关呢对我说这个一大关呢也可以摆后面，也可以摆前摆后摆前巴刷里古大邦巴刷里古大邦嘎瓦斯。大棒嘎瓦斯主要的神大棒嘎瓦斯努伊斯拉耶属于以色列主要的神巴刷里大国安难以色列主要的神对我说对我说巴刷里大国安难对我说好，这个句子比较简单比较简单。但后面还有这个下半句来本来干嘛呀哥哥嘛，多么塞努个德阿达给萨巴弗里嘎。不好意思苏梅老师，我在上课，不好意思好拉亚本古德格格德拉亚本古格德所以这个气生气，所以你看格德它是名词它并不是动词，就是生气的这个程度所以有时候你看，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词它是一个程度，但是它并不是，也不是副词而是名词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拉亚笨它是动词，承接要接要接他生气的那个所以这个拉亚笨过个的巴弗利，所以这个巴弗利是意思是什么？拉亚笨巴弗利它是这样子，承接之后呢要给给谁一张了案向他们承接这个愤怒之后呢，然后要给他们要给他们好，来奔那一个麦阿过从我的手上去承接这个愤怒呢，从我的手上去承接，然后给巴弗利一张了案好，来奔那一个麦阿过过个的打给巴弗利一张了案这个愤怒的这个酒杯呢，从我手上承接，然后给他们给他们给向他们巴弗利一张案，巴弗利一那个一就是向给向他们好，还有后面还有字还有字好，来本来干嘛呀？哥哥嘛，多么塞努个德打给巴弗利巴拿诺米一张案你看这个是再接的巴拿诺嘛多么斯嘛多么斯嘛多么塞努个德嘛多么塞努个德这个愤怒已经被充满了在哪里呢？大概在杯中然后呢，用这个愤怒的这个充满愤怒的这个杯子呢，酒杯呢，巴拿弄一张了案巴拿弄一张了案给他们喝巴拿弄那个巴就是什么？供应供应喝供应水
所以这个 banana 你不能说是喝水哈，供应喝什么啊？Geter 啊，daging 哈，geter 啊，daging 啊。好，layapan na ikamay ako ko matumasay no geter ah, daging apa free ika tairaan isu apa nanum ijangan katairaan 哈，呆啦，词根是呆啦，去，好去。啊，你看一后面有岸哈，一个呆岸就是所要去的这个地方啊，阿呆岸就是将要去的哈，所要去的地方，向着所要去的地方，你啊，一个呆岸一束啊，来本来一个麦，aku matumasay no keter takit pafri ika tailaan isu kasakit apa nanum 也长岸好，这边又出现那个 kasakit 哈。列国哈，列国就是个嘎萨，就是各个国家的意思啊，嘎萨啊，嘎萨就是已经形成常态的国家啊，就是在这里当成就好像嘎萨尼亚洛，嘎萨尼亚洛就要翻成各个部落哈，各个部落好。好，我很快的就是把这个三句哈，我这边还是要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翻译比较难的就是长句啊，特别是又有并列啊，又有并列，又有这个比如说这里哈，我们这边就有一个锅啊，好，这个是这边有一个句子啊，句子的这个结尾哈，所以这边是两个句子啊，两个句子，那一个锅哈，所以每一个句子都有一个锅哈，那这个句子还好哈。Uyan suaran aku ika sakit-sakit aira latih ku sapi tefut aku tu Babylon 哈，所以这边还是要强调哈，孤独孤独所以我们在看句子的时候，一定先把孤找出来，然后动词在哪里，受词在哪里啊，你就比较容易做区隔哈。那这边呢，下半句呢孤哈。那这边是什么？马迪利啊，这里哈，马迪利是什么动词啊？但是多尼尼，你看多尼尼就是受词啊，它趋前了啊。好，当然这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受词啊，因为这个是对象啊，前面的这个受词是这个被写的东西，然后这边呢说话啊，说话的对象啊，说话的对象，说言的对象啊。好，所以我们看长句呢，对我们翻译会比较有帮助。那比如说这个你刷烂，好沙比的 foot，所以的 foot 是词根的 foot 是词根，的 foot，那为什么是沙比的 foot 啊？go be the foot go be the foot go，这边又有沙，这 be the foot 就是我要去刑罚这个沙就是方法。或者是原因原因。好，以上就是可能我们每次上课就大概会讲一小段这些部分因为圣经的翻译已经老实讲非常不容易非常完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单的翻译，我就加了一点点那我们看一下春天的脚步临近的春天的脚步近的所以我们练习翻看看因为这个句子应该没有单词吧？好，脚步应该怎么翻？那个品杰，这个脚步的话，你会用哪一个单词？不知道哎，不知道。春天会吗？不会。不会。好，所以你的问题还是单词嘛那你现在就是说你的签词表签词表，你的方向是哪一个方言？没有一定。没有一定就是你没有一定，你会很累我觉得我建议你还是选择一个方言你一个方言之后呢，你很稳定的当然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不是说要你一定要考试，就是说，因为每一个方言它的文章还有它的这个词汇可能有一点点差异哈。当然这是我的建议了哈，你参考哈。好，比如说我们春夏秋冬还真的是很麻烦，我们方言都不一样。好，我们的春天跟夏天、秋天是混淆的。啊，冬天还好，冬天只有2个词啊。我们春夏秋不一样哦。好，所以我建议你还是选择一个方言哈。这边的话，那个都上线了吗？没有。那淑贤，淑贤你试一 Ini 下。 Kak Ku. 都好。来，你翻看看，春天的脚步近了。Tanggal 1 lakat no kecalahan. 当阿上到了哦。当然也可以了，就是说，接近跟到了不一样吧。那再重复的tanggal 1呢？当阿萨将要到了，将要到达，可以不错，你反应很快哈。好，你再说一遍，我把它打出来。Tanggal 1 lakat no kecalahan. Tanggal 1 lakat no 怎么样？要嘎张拉汉吗？还是张拉汉？kecalahan. 你觉得呢？都可以哈。好如果说是嘎张拉汉的话，它就表示它是一个春天的季节哈，当然也是春天了哈，因为它这边张拉其实就是春天了哈。那暗呢，就表示这个时间是不是都是春天的气息嘎常态了这边都就是热都就是热。当阿萨都过那个诺嘎张拉汉，好，有没有不一样的？讯息如果是因为方这样子，言不一样。好，那个秀兰是吗？如果说这样子的话，katangasaan，我是 katangasaan，等一下哈，没关系。tangasaan tuku rakat no kacanglahan。katangasaan 有度吗？有按度。rakat no kacanglahan。好，我再给它改一下哈，变成红字了哈。你这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用嘎当按的话，就是已经到了，现在就是已经完全是春天了。你这个嘎就是说，它现在是维持非常稳定的气候到达有没有？这个嘎的意思是在这里哈，嘎。这个度呢，当然就是热热没有问题那嘎张拉汉其实我觉得没有差别，它的重点是在那个按按张拉汉好，那如果是嘎当是按，就是已经到了那现在的重点是近了，有没有？近了是到了吗？还没有哦，就是快到了快到了哈。如果是我了如果是我马了我lakat no 好了，度过lakat no 张拉汉接近了，然后接近了哈。好，这是那个品杰对，是就是这个单词张拉张拉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张拉会讲春天的，还很麻烦呢，就是5个方言，还真的是
会有差异性，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我们阿美族的这个气候应该只有2种只有2种哈。那拉嘎这边当成什么？这个单词可以吗？拉嘎可以。可以哈。那当阿萨其实是到达，那拉沃的话是接近的意思哈。拉沃老师我的。好，那个星海老师请说。Ini tu mangata ini tu malaos ko kacanglahan rumiat. Ini tu kacanglahan rumiat. Leon hame asyik ini tu amilaos. Milaos Ini tu milaos ko. Mana lakat? Puyung rakat. Ini tu milaos ko kacanglahan rumiat. Kacanglahan ha. rumiat. 那个脚不用的。好，可以了，就是他是直接用这个日子哈，春天的日子春天的日子到了，其实也没有问题哈。ini tu 在这里了在这里了ini tu 它是用在这里了这个是比较口语哈。ini tu amilaut 你看为什么用 milaut 还没到，有没有？快到了，他用这个方法去表达你看咪就是还正在往那个接近的方向到的那个时间用咪我觉得很好哈。好，谢谢。还有没有别的？老师，那个mangata 可以吗？mangata 可以啊。那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就是说你看我mangata好，你说一下怎么说 mangata？一样就 mangata tuku lakanu kacanglahan。好，这个比较就是我们把那个字，你是张拉汉还是嘎张拉汉？嘎张拉汉。嘎张拉汉老实讲，嘎张拉汉比较完整完整，因为它是一个期限期间mangata do mangata do mangata 如果是我这边会加一点mangata do mangata do 过来嘎no嘎张拉汉好，没有问题理论上就是说当然我们是以单词来讲那大跟拉沃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我们在这里就不用去扯了好，那基本上就 OK 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好，下一句，花的季节来了。花的季节来了，那个品节花知道吗？花发露，然后呢来了，带尼斗季节不知道。刚刚有讲到，这里倒数第2句，你可以用这个字用这个字就可以了用这个字 romiat 就可以了。好，来翻一下。带尼斗个 romiat no follow。不知道那个长辈觉得可不可以？No follow。好当然没有问题了。如果按照是我的话romiat no follow 就是属于花的这个时间时间就是季节嘛带尼斗来了基本上这个翻译已经是 OK 了OK 了就是看看有没有更深的。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单词，就是那个品节就是说其实那个单词其实你都会，只是说你看季节的话，老实讲这个季节单词它其实这个是时间嘛，而且是一个时间段，是不是？所以其实用时间也是可以的
那有没有更好的？老师我请说。 katay ni anto ko remiat no hana. 好，好，那好，可以哈。那待你安度就是已经维持在这个状态了哈，待你哈，那待你安度，你看这个时间在这里哈，对，后面是度哈，很好哈，当然就是说其实都可以哈。那个待你安就是来到的这个时间哈的哈，努韩娜，那韩娜的话也是花它其实是个日本介词哈，日语哈，日语介词哈。哎，花呢，其实我们有了哈，我们有这个单词了哈，发露啊，都没有差别了哈。这个音，卷不卷哈？好，花的季节来了哈。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啊。就是说，它的主词是什么？花的季节是不是？花的季节是主词。对，啊，动词就是这个来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主词、动词找出来。好，好，比如说，好，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加了哈，我很高兴，我很开心，我很高兴，花的季节来了，加我很高兴。来那个，那对，高兴，我很高兴，花的季节来了。哎，那对有在吗？Muhammad Kaku. 然后呢？ Muhammad Kaku. Muhammad Kaku， Tu katay ni. 然后呢？ Nu kajihanaan 哦 arumiat. 哈，嘎叽什么？韩娜案了，你用韩娜吗？ Kajifaruan 发露案，可以了。 arumiat. 你还是加了没有？好，可以，可以哈。所以你看那个就不一样了哈，因为我很高兴，高兴什么东西？所以你看花的季节来了，那个是受词，有没有？有没有问题？看，重点是我很高兴，高兴什么事啊？花的季节来了，好，所以这个句子就这样延伸了。妈妈嘎过，妈妈嘎一嘎过，好，妈妈嘎过都嘎带你努嘎几发露案啊，怎么样？好，很好哈。这个翻译就是这样扩张哈，当然还是你自己可以练习哈，可以练习。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哈。请说。等一下，那题刚刚那题，如果说用里巴哈果、瓦路转、努马果后面都一样，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哦，里巴哈 LI。你是用 L 好。哎，对。你帮阿姑发的说阿姑。katay ni no kajifaruan normeat.
好，可以哈。你巴哈，好，Muhammad，基本上它都是快乐、高兴的哈，高兴、快乐哈。Muhammad 呢偏向高兴的哈，你巴哈偏向快乐，好，那基本上没有问题啊。我很快乐，我很高兴哈，心哈，你巴过反正抓过哈，我的心很快乐，快乐什么都带你带你。你嘎吉发路按努了没你是这样说的吗？少一个 no， 前面吗？嘎带你 no， 哎，嘎吉发路按努了没好，没有问题哈。好，这样可以哈，非常好哈。好，我们看下一句哈。这边是我另外找的一个句子了哈，看看。But 好 ，but 汉经了，读了拉外艺术哈，but 汉经了，读了拉外艺术啊。那你看就是说but 使得打或者是让打哈让他打是不是？让他打那个什么你的脸啊，所以被打的是你的脸哈，所以有时候这个，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 but 被很麻烦哦，就是说很容易会翻成被动式哦，会翻成被打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中文跟阿妹，他在这个部分有时候你真的会翻错，就是说可能中文翻的越好呢，它就跟阿妹的记法是有差异的，而且差别很大but 被就是使得使役动词它并不是，当然你说它有背吗？也是有的这个概念在哈，有这个概念在。那我们通常背的话都是妈妈。那如果是妈呢，后面又变了后面整个句子它要变比如说这个中文你看哈他他怎么样呢？他是主词，实打那样连你的就是按照这样的这个顺序这是我们阿妹的顺序他是主词那动词当然就是这个打动词是打脸是受词因为后面读了那个我这边少写了一个那个脸那个那个但是那个是什么？是读了受格词所以他怎么样？那个品杰，你看看你怎么翻会比较好？就是中文，就是你对这个句子的认知。他被使得打你的脸。被使，你看你还是有被你看就是说中文你看你没有翻那个被很难解释，很难解释哦。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问题哦。就是你中文翻的越好呢，跟阿妹的记法结构就差别越大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是希望你能够练习这样写把这个词汇夸服，然后怎样其实汉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动词词缀你要那样做，那样做干什么？打谁那个脸那个你的脸好，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语言结构语法结构比如说这个把的被汉读了拉外艺术经了你看这个经了也可以摆在最后面可以哦。但是这个经了不能放在那个汉的前面，不行按照
我的这个概念的话，那个汉其实它是一个词缀啊，它其实是一个词缀啊，但是现在它已经可以独立成词哈，独立。理论上它是这样哈，因为这样呢也能怎么样变成嗯，特别嗯啊，完全没有问题哈，就是这个嗯啊，基本上能够嗯呢，大概就能够汉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好，这边就是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句子了哈。那我们看一下，继续看一下这个翻译哈。好，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哈，有了家啊，有了家其实应该这个很简单嘛哈。那个苏贤，嗨，有听到吗？有。基鲁马杜，好，你是用词哈，很好哈，去了嘛，动哈，这个是词哦。好，去了吗？动。好，有了家，家有了呢？那个，没关系，苏贤，你说看看，家有了。加有了。伊拉都古鲁玛。好，你看这是什么？这个是句子哦，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中文真的要小心，就是家，你看它是主词。好，我们现在回到那个第一句啊，有了家。那如果你用词组的概念呢，应该怎么说？词组。有办法吗？词组不知道。好那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变成词组？好，家有了，它是个句子，没有问题哈，因为主词是家，家有了，因为家是主词，有就是动词，没有问题。有了家，其实这个两个在中文来讲哈，有没有差别？就是品杰，你认为有差别吗？就是在中文，有了家跟家有了，感觉差不多。差不多哈，就是在中文来讲很接近哦，因为中文本来就是比较任意我所谓任意不是说错误而是说它的这个语言结构本来就是很任意，就是完全可以看以这个说话的人他的这个语言能力来变化哈。当然就是说我讲的说这个吉罗马豆这个是标准，它只是一个词哈。那如果说有了家也可以翻译成什么？伊拉杜古鲁玛哦，有人会这么翻呢，一定会有我相信哈。好，这个就先跳过去了哈。好，那人类有了家，所以你看就不一样了。那个苏贤继续，人类有了家，人类有了家。吉鲁马杜古当烧万。等不到就好了。其实人类也是人了哈，当然等不到万也不是不可以哈。好，吉鲁马杜。少万按当然它是一个类别没有错分类就像法医那样的那个案法医一样的那个案好，人类有了家。好，继续来，自从人类有了家，
nano Cilomatu bangsawan. nano 哈 nano Cilomatu bangsawan 哈。好，应该没有问题哈。好，当然这个中文就是我是希望你能够慢慢的增加哈，增加它的这个词汇哈。好，那下一句呢？自从人类有了家就美好，所以这个就美好，美好你怎么翻？美好，就是你不要用太难的单词，就是你爱就是什么意思？就爱可以说是美好，对不对？啊，现在就是这个就。那爱可以，你可能用马嘎巴，会不会更好一点？好，自从人类有了家就美好。就不知道就要用什么。对，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多。蒙爱多。但是问题是，你这个蒙爱多要在前还是在后，会觉得比较顺？在前面。如果在前面的话，你看怎么连接哈？蒙爱多。不对，要放后面。蒙爱多。Nano Cilomatu bangsawan。你用哈蒙爱多哈。好，我们把它写下来看看哈，看顺不顺哈。magabah 哈，magabah 多好不好？magabah 多，好，magabah 多，好，magabah 还 magabah 哈。Nano Cilomatu bangsawan。magabah 多，顺吗？这个是这样子哈，如果说 nano Cilomatu magabah。nano Cilomatu magabah 多bangsawan。这个哈，如果说在主词的后面哈，bangsawan 是主词，对不对？对，如果主词的后面有哈，我记得我好像有说过前面有稍微提到一点，如果主词的后面有的话，就表示这个是什么？它是跟前面的动词是连接的。会有这种问题。好，所以可能不能用用不好。你觉得可以用哪一个词会比较好？就是哪一个连接词？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有没有？自从人类有了家停顿有没有？就美好。saga 其实最简单是加乌。可以加乌。乌 magabahto。你说变另外本身就是一个词组，就变另外一句。对，就表示它是另外，因为它是开头，有没有？可以理解吗？哈。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长句有没有？又乌有没有？有没有？你应该有看过哈，只是没有注意哈。好，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好，我们现在看下一句哈，就创造美好，创造的话，你会用哪个词？那个拿多，这个应该对你来讲很简单。拿多，你先不要了哈，拿多，你先练习下一句。这种人类有家就不断的创造美好。那个
书写你应该知道，只是说创造，你知道这个单词，就是你会的。我不会。不会。那个制造会吗？你想制要造修理。你想啊？对啊，商啊，商啊就是创造，也是制造。哦，就是这个词，你还只能用这个词，别的词都不行。好，来加进来，感觉又不一样了哦，有没有？就创造美好，就创造。所以在这里你看，就说因为前面是乌，后面它就会不一样。乌什么说，前面的商啊不行哦，乌商啊啊。乌的后面我之前有讲过哈，乌的后面它必须要变成什么名词性，有没有？所以这边呢可能这边要加爱会比较好哈，我们把海度哈好，所以我这边加哈乌乌成了不行，前面要什么变成 B 五 B 三五 B 三啊乌把海啊。好，这样就可以了哈。好，这边的重点就是这个乌哈，这个乌它后面要接名词性的名词性的词汇，就是他们有讲到叫名物化，名物化这是没有问题的哈。好，那个阿豆来，不断的话你要怎么说？不断。我这边的云南人。是星海老师是吗？是。好，你说最后一句是吗？云南人你沙方扎都那伊拉古，哎呦，你下面的吗？还是上面的？下面的慢，下面。我发了来好说过，搞你云南人。云南人你沙方扎都你沙方扎都saka nga ai no rumah no tamlam lau rumah no tamlam lau matamaya haki hura pichu ya kako 上。好。它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它本来是两个子句断了，它给它合成一个句子但是这里呢就没有看到什么，没有看到主词的概念好，伊那阿弥沙方丈多萨刚刚爱努罗嘛努当当当那实际上这个当当当还是人还是什么，还是他用努看看能不能改成咕。可以改成锅吗？那里nu tamlam lau tamlam可以啊。吗？可以吗？你念一下看看顺不顺？Inanang mi sabang salto sa kangaay no luma ko tamlam lau 可以吗？有点不顺。有点不顺哦。你那个米沙方在多少个爱诺罗马过当当当？可以了，可以。我觉得是可以了，因为它重点是主词还是人呐、人类它是用这个复数的这个方法去解释是人类当当到嘛没有问题当然那就是众人呐、很多人呢，也可以说是人类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当然就是他是用伊那嫩这个词米沙方赞
他这个是去创造，好，有智慧的去创造，弥沙方赞就是优秀、优良、更好，哈，他大概是这个意思。萨刚爱哈，努鲁玛，哈，好，他就是用一个句子，哈，用一个句子。那上面的翻译大概都是用2个子句的概念去翻译，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我们8点10分。好，以南那个弥沙方赞的古当当到多萨刚爱努鲁玛，好，也是可以的，哈，没有问题，哈。好。好，我们继续看下一句，哈。说错，这个品杰，这个可以吗？说错，说错话，说错，错怎么讲？错叫拉绕，是米拉绕吗？米拉绕吗？不能咪，因为已经是发生了嘛，说错就是已经是发生了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个词组哦。所以我们的关键哈，这个词呢应该是话错哈，并不是错哈，并不是说错哈。你的话是错了哈，你说的话错了，所以话错哈，应该是这样说。好，马拉绕狗苏瓦了你那个是你那个是句子阿苏瓦了。对马拉拉外说了哈，马拉拉外说了，好，话是错的，对不对？好，现在把那个基数加进来。马拉绕外苏瓦的基数，这样不行，因为说话的是你嘛，所以你的话怎么样，变成是你的话怎么样？你的话怎么样？错，是不是？马拉绕外狗苏瓦的基数，对，好，这样就对了哈。好，再来名字，你说错名字。马拉绕外狗尼苏瓦兰基数ngangan。马拉拉歪你是用咪吗？尼苏瓦兰基数，好，很好哦。安安是吗？对。好，马拉拉外国你说了，你说安安，马拉拉外国你说了一数安安，好，可以哈。那现在就是你都说错名字，每次都错，它其实就是每次你都说错。每次怎么讲？就是就是我现在就是跟你讲说，用每次，或者是因为它是都嘛，都说错，你看看你怎么样去表达哈。马拉拉外顾就是说它是错，对不对？这个字是错，然后呢，你变成重复就变成什么？马拉绕外嘛。你是用妈妈不行哈，它是从拉绕那个字那个地方重复。马拉绕马拉绕外，拉拉拉外有没有重叠？马拉拉拉拉外双音节重叠有没有？哈，有没有双音节重叠？好，它就表示什么？复数是不是？好，马拉拉拉外，咕后面一样，一说安，一说安安安，好，可以吗？哈。
可以。好，其实你这样不断的练习会进步很快哈。好，那其实就是说啊，你都说错名字啊，连名字你都说错，那又不一样了哈。那个，苏贤，连名字你都说错。连我不会。那个名字你都说错，把名字你都说错，那个连先不要。所以主词是名字，你的不是就上面那一句？好，你都说错名字，马拉拉拉外啊，马拉拉拉我马拉拉拉啊，外国你说让你说安安哈啊，你都说错名字，名字你都说错啊，连名字你都说错啊，所以这边就是说其实加一个字就好了，连名其实加一个乌就好了，因为乌有时候它是一个强调，好，前面加乌。乌马拉拉拉外国，你说让你说安安，或者好，那个星海老师有没有别的建议？那个秀兰有没有别的想法？老师，请说。那个米苏瓦烂，如果改成你苏瓦烂呢？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差别不是很大，可以。可以你苏瓦烂吗？你就是有的方言哈，它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来讲没有问题。哈，你没有关系。刷烂跟你刷烂，没有什么差异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异了。是啊。我就可能你的方言有差异吧。对啊，因为你们应该是你，你们不会你啊。对，我们的是用你刷烂。因为你们的舌尖期前哈，你们的鼻音哈，鼻音跟这个喉舌音哈比较弱，所以你们的位置都比较低，所以你不会用么，都用你用你，大概会用你哈，大概是这个方法哈。那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我马拉拉拉外，你说烂，你说安安安，你说改成你就好了是吗？对对对，我就只有在那个而已。好，那就是可以了哈。好，那可以好。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乌呢，有时候它是强调哈，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哈，就是我在我的那个有时候每天早上发句子的时候呢，我就会讲到这个乌，它叫特定指示哈，特定指示就是说表示后面这件事情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有些人错过就不在，人错，好，来那个品杰，你继续来，人错，你看马拉绕嘛，马拉绕外，所以它是什么？马拉绕外 no 胆少。所以你看它是词组还是句子？词组啊。所以你是马拉拉外什么？然后呢 ？no 胆少。用 no 啊。用啊。胆少。好，但是马拉拉外等不到是什么？错的人。对，所以你看人错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不是个句子？马拉绕外过胆少。对，好，真的哦。好，这是差一点点哦。你看一个勾一个啊哈。好，继续。有些人变复数了。
Marawai go tam sam sao。好，很好哈。tam sam sao哈，tam sam sao 好。众人，有些人，那有些人的话呢，理论上 tam sam sao 是众人，就说我现在就是，所以有些人就是人数不多是吗？那个品杰，所以有些人就表示人数不多嘛。几个人啊，几个人错，几个就是不少啊，不是很多，几个，几个怎么说？几个人？是这个单词你一定会。那要词组啊，怎么着？几个怎么说？巴宾娜吗？巴宾娜吗？巴宾娜啊，一定要巴宾娜哈，要用巴哈，不能比那爱哟。好，好，马拉拉外国巴宾娜啊，怎么上？好，这样就可以了哈。好，继续。有些人错过，错过哦，错过就是什么？就不一样了哈。错过要怎么讲？还是这个，所以错过的意思你应该知道吧？知道。就是错过了，是不是？他有可能就是已经这个还就是中文，你看你要怎么理解哈？它是指时机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这个错误已经发生了？应该是时机。时机哈，所以时机的话就不好翻了。所以时机就是什么？错过了就是表示什么？离开了，对不对？离开，离开会吗？就是不是。错过了就表示他没有在那个现场，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他为什么错过？他没有来嘛，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有机会，结果他没有来，就表示他错过了。所以你能翻吗？这样的话，在爱嘎呆腻吗？呆腻就是说来哈，就是到达这里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到达这里，就是错过了啊，不能说他没有来，有没有？这个意思差一点点。他没有到达这里嘛，所以时机就错过了，是不是？你是用在还是做啊？在哈，在嘎到达，前面我们有讲到到达，有没有？打个上，是不是？在嘎打啊上，然后怎么样？有些人go巴宾娜啊tam sao。巴宾娜啊等上啊，可以哦，好，这样可以哦。好，我们继续哈，往下哈。有些人错过不在，可能在这个中文就是比较怪了，就是因为我们练习翻译哈。就是在一个当上，就是他没有到这里，当然就是没有到这里，就错过了。就我们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哈。有些人错过不在，哈，就不在，就没有办法重来了嘛哈，是这个意思吧？对，没有办法重来。所以这个不在呢，重来会不会重来？不知道。
应该在亲子表有了哈。米利奥哈，米利奥有没有？哦，有听过吗？哈，利奥有没有？有。对，所以这个亲子表里有，你可以用这个词，你看看怎么样？在米利亚，在比利亚。啊，好，在比利亚，然后呢，锅在比利亚啊，在个当上嗯，在Katangasá của Papina Atamso。好，基本上这样也是可以了哈。在比利亚在个当上过巴比纳啊，当上哈，基本上也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好，就不在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有没有那个就？你就是你就在都比利亚。啊，在度哈，好，很好啊。在度比利亚在当然上过巴比纳当上哈，那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练习翻译呢。老实讲，这个中文其实不太顺啊，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真正的意思。这个错过呢，并不是那个错，而是这个时机啊，时机已经跑了啊。跑了呢，也可以用什么？米拉六，好，马拉六，拉六有没有？溜走，哈，逃走，哈，也可以用这个字，哈。有没有别的想法？有些人错过就不在。淑贤有没有别的想法？老师可以用那个零啊度吗？可以啊，在度个零啊度，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哦。嗯，在度个零啊度。Katangasan ko papina atamdao。老师，在度你刚咖喱啊度，这边要 katangasan 接什么？ ko papina ay 没有，就是在度咖喱啊度，然后呢？ sa ito kalinga to ko papina ay atamdao ma. Katangasan ko papina ay atamdao. Nasaan katangasaan ko papina atamdao。好，在度咖喱啊度katangasaan ko papina atamdao，好，也可以哈。老师，那你请说。你刚刚那个地方也没有讲到错的地方，都是没有，就只有讲时机吗？对，这错过其实就是时机呀，就是在在嘛，你没有那个到那个地方嘛，所以我就是当然我们因为我是要让那个品杰他去翻译，用他会的单词，然后意思也能够表达啊，所以说这个句子如果说你按照字翻的话还不好翻啊，就是你要表达的是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能够清楚就可以了啊。当然还是有更深的单词。在一个句子里面有2个杂爱可以哦。可以啊，错过不在啊，因为杂爱就是他没有到那个地方嘛，有没有？不在就是不会重来嘛。katangasan就是不在的意思哦。后面因为你在爱度后面是咖喱啊度katangasaan，它是并列，所以没有问题。OK 啊，好，是并列。在爱度咖喱啊度katangasaan katangasaan，加一个啊哈。就不要按了。变成一个词组哦。对，
爱度咖喱啊度啊嘎当啊萨，古巴比纳啊，等到啊，那就变成是一个，反正前面是否定嘛，在有没有？在嘎有没有？都是嘎有没有？所以没有问题，它是并列啊。好，那我不知道，我们这边还有长辈哈，看看他们的想法哈，就是说，我要的就是说你们能够翻出来，如果你一个字都翻不出来的话，你就没有分数啊。当然我们不是说为了考试哈，那考试有翻译啊，有翻译，有这个中文翻阿美语，有阿美语翻中文哈。好，我们继续往下哈，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打断哈。好，这个养鱼，苏贤来，养鱼。巴干豆腐丁，巴干豆腐丁哈，很简单哈，巴干豆腐丁。好，杯子里面养鱼，巴干豆腐丁一嘎布，嘎布还是果布？果布，念错，好果布。好，巴干豆腐丁一果布果布啊。好，好，再来，杯子底下养鱼，干豆腐丁一尼努果布，好，你用伊尼卡，伊尼克底部拉诺，是这样子吗？巴干豆腐丁伊尼克是吗？伊两个一嘛哈，是吗？好，伊尼克努果布哦，好，哦，你这个是哪一个方言的单词啊？伊尼克海岸还是新西兰？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都乱用，不是啊，你不知道是哪一个方言啊？我没有方言了，我都随便乱背。哦，好。如果说是底部的话，应该不是 nick 了哈，nick 大概是内部，而且是看不到的。下面，对，下面、下方，或是底部。当然这个就是你，就是你看看还没有会的单词。如果 unique 的话，应该是指内部哦，底下这个底下是看不见的哦，好像埋在底下是看不见的。那这个就是在杯子底下那个是看得见的，有没有？是下方，在下方。拉怒，哎，对，还是要一哈。拉怒哈，伊拉怒古布，好，这样就对了哈。好，金鱼不会。你就是一定要翻嘛，把它翻出来，就差那么一个字，你就按照字翻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不会有错误，这是鱼嘛，什么样的鱼嘛，是不是？什么样的鱼？金色的鱼？Akim 可以吗，老师？Akim 可能不行，就它是个词组，看怎么说，就是你要把它那个翻出来。金色也不会。金子你不会吗？闽南话啊。黄金呢？黄金怎么说？黄金 again 吗？对呀。就是你这个智慧了，你要怎么变成是均以这个词组？所以它这金鱼就是好像金的这个鱼，是不是？可不可以这么说？好像金的什么 game 啊，否定。好像马蒂亚。
那个你先不要说，我就是现在让他练习。这个就是词组哈，他那个马蒂亚就是好像的意思哈，但是它是整个词，但是你要用词缀。他那个刚刚的马蒂亚again阿福定它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用词缀，就是 again 前面加个词缀。马路用马杜。马都，哎，马哦，杜，对对对，好像马都 again，马杜 again， 马杜 again 阿福定，好，来整句给他啊，巴格恩是不是？巴格恩杜，巴格恩杜，马杜 again 阿福定对不对？然后后面伊拉努对不对？不对，拉努不好，不可很简单的吧？不可以。对，不可以养嘛。在比巴嘎恩，在刚刚爱，在刚刚爱，在刚刚爱，然后后面怎么接？不可以养巴嘎恩。对呀，在刚刚爱巴嘎恩都马都again 阿福定，伊拉努古布。Mato Kim. Mato Kim phủ定了古布好，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哈。那刚刚那个秀兰她是用马迪亚哈，好，那个秀兰你说一下你要说的，现在加不可哦，飞体不可以养金鱼。喂，好，反正这个我们就是练习翻译了哈，练习翻译。好，我们看下一个哈。好，得意的一天哈，一天天哈。好，那个这个比较简单，那个品杰，天要怎么说 Romias 好，天就是 Romias 对不对？好，Romias 好，一天呢？自在Romias 得意的一天，你会用哪一个词？你用你会的，你一定会。这个单词你一定会，因为签字表里面有，就是得意的，你不一定要按照它的字的意思，而是这是一个概念。什么叫得意啊？马和默可以吗？可以啊，但是不能用马哈默高。马和默盖，你看你就要这样得意的一天嘛，你看。大和默干，你是嘎是吗？嘎和默干嘎和默干，然后呢？自在Romias 对，这样就对了哈。好，好，那我得意的一天， Nomako 加在哪里？大和默干的后面。好，我得意的一天哈。如果我得意的一天哈，可以了哈。
不要要求太高。好，我得意的一天。龙马贡。好，没问题啊。好，再来下一个哈。好，美味绝配。好，那个安卓在吗？安卓还在吗？安卓还在吗？你们在线上？好，那个秀兰，你试看看。美味，你就用那个词，美味。仿扎赖哦，仿真爱哈。哎，仿扎赖味道怎么讲？啊，洗了，不是讲洗了懂，它其实有单仿词呢。扎有吗？嗯，味那有吗？我找不到味是什么？味道嘛哈。哎好的就是好的味道，是不是？你是要这样翻，对不对？所以对，味道味道就是什么？闻嘛。你刚刚说的那个词叫什么？仿扎赖阿三的根，啊，仿扎来啊，三的更好三的啊，根，三那根，那三的根，三的更哈。好嗯啊，其实就是你这个就是好闻呐。嗯，哦，好闻。好，当然也，但是美味的意思是什么？味道，没有，美味的意思是好吃吧？嗯是不是？嗯，当然它啊，也仿扎赖阿感嫩吗？对。啊好，啊，应该是仿扎来啊，感恩哈，感嫩，比较好啊，感恩哈，可以。好，现在又叫绝配了，美mata 味绝配 tudungan, 啊。 mata tudungan kubang salay akanan. 哦，好，我们 Mata 先把它写 tudung, 下来哈。 mata tudung, mata 不 tudungan 爱 kubang salay akanan, 不放在来。 akanan. 好，你自己读看看，你觉得顺吗？ Mata tudungan, mata tudungan kubang salay akanan. 有没有怪 Mata 怪？ tudungan 有点不顺哎，那个感恩嫩就不行了，要怎么改？那把这个词稍微改一下，修饰一下。如果刚刚用那个三的更不行吗？那你现在就是它是一个词组嘛，好吃的嘛，嗯，美味就是好吃的嘛。感恩，感恩，感恩啊，感恩。这是吃的的话，你会怎么说？ makaan 吗？你不能用马感恩，马感恩的话就被吃了。那要用什么？就是这个感恩，看你要怎么加，感变成恩另外一个词，方它要变针名词。感apa sakaan 哎，对，sakaan 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它要变名词哈。也可以变成是感恩哈。感就像那个芥末啊哈，哎如果加上芥末的话就更好吃了，对，味道就不一样。好，就是说这个基本上表达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哈。马达多龙爱就是非常合哈，非常合哈，绝配啊。但是就是说你还不可以再增加绝配那个。现在马达多龙爱就是配的很好而已，但是绝配还不够，差那么一点点。你要怎么加？就是那个马达多龙爱，你要怎么增加这个词汇的这个程度？是啊，看
大沙嗯，好，那个他的嘛，谁刚刚说那个大厦国书写的，书写呢？好，书写大厦可以哈。大厦嘛，大都中爱过，嗯放在那个感恩哈。嗯大厦还有没有别的？大厦就是很而已哦，非常绝配，但是也可以了啦。如果前面再加上一个沙嘞，哎，对，用沙才是最好的。哎，沙大沙都中，沙沙大沙嘛大都中爱都中，对，沙嘛就是大都最中，啊，最就是绝嘛，是不是？嗯，对，啊，用沙是最好的哈。嗯，好，这样就对了哈。这样的话，这个分数就差那么一点点哈。好，来，谢谢，很好，好，我们继续哈。好，这个礼让这个单词，看看秀兰你继续好了。礼让这个单词你会吗？礼让。礼让呢，当然还是方言有差哈。那礼让就是不管是顺序还是什么哈先排队啦，还是这个座位啦哈，特别是我们那个在捷运哈，还有这个公车都会有那个礼让座位嘛哈，礼让座位哈，就是类似这种。如果是用宅一摁呢？你的单词是斋意是不是？哎，斋意宅斋意摁哈，斋意摁宅一摁，斋意摁哈，好。其实斋意就是礼让的意思啊，但是礼让就是斋摁一定要哈，一定要用摁哈，一定要斋摁。摁，对，宅一摁，如果是宅意的话，就不能用在这个句子上哈，词组一定要加摁，它要变成是一个动词哈。好，为礼让呢？宅把宅一摁，你用八哈，哎，宅把宅一摁，也没有问题哈。好，再把再摁，好，也可以哈，没有让出哈，好，没有让出，没有要让哈。好，入这边有这件变成已经是那个了，变成句子了。ilalan宅把宅把宅耶，宅把宅tulalan吗？还是对，宅把宅tulalan？对哈，对，这样才对哈。宅把宅tulalan。对，礼让的是什么？是入嘛，对不对？那是否定。好，现在入口了，不是入而已。入口那个口要怎么讲？所以你不要看到那个字。傻逼姑吗？平时可以这样讲吗？当然啦。傻逼姑在把在伊傻逼姑。然后呢？tulalan。nu。tulalan。nu。nulalan。在把在tu sapiku。伊傻逼姑。然后呢？ nulalan。对 nu 要 nu 哈，属于路的什么入口是不是？入口交叉口是不是？是，十字路口也可以吧？对，好，在伊莎比古努拉兰。老师，如果说十字路口也可以用这个伊莎比古吗？可以哈，可以哈。如果是用那个日文的话，Uji路也是可以哦。就是 Uji路，就是说，如果你写这个的话，那个批改的那个人要懂日语啦。对啊。如果他不懂，那就没有办法，可能分数就少一点。算错哦。
所以我们尽量用那个阿美语哈。好，继续来，灯入口，灯的入口没有礼让，加灯了。Cai pa cai i sapiku no sidingkiai alalan. 哦，你那个是有电啊？你们邻居是灯吗？对，哦，好，可以，好， cai pa cai to sidingkiai alalan. 都，你用多是吗？嘿，都西to 西 tingkiai 丁基 ai 爱， alalan. 还有入口 Haluko i sapiku no lalan. 啊，在比在都是丁基爱伊莎比古啊努， Lalan. 你再念一下看看顺不顺？ Cai pa cai to sidingkiai sidingkiai i sapiku alalan 好了，no lalan 不要 alalan。在比在，所以你用多也是可以哈，在比在都是丁基爱啊伊莎比古阿拉兰，好好，基本上 OK 了哈。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看哈，看看有没有别人的建议哈。好，闪灯入口， Malat metay, cai pacay i malat metay adingki alalan。啊不，晓得这在样子比在好都吗？用闪烁多吗？还有cai pacay to malat metay adingki isapiku alalan。isapiku nulalan，如果这个用 nulalan 的话，改一下 nulalan 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啊，没关系，你先说哈，我们都是讨论了哈。好，你再念看看有没有对。 Cai pacay to malat metay sidingki ay isapiku nulalan。好，我觉得可以。在比在都马勒马代啊，是丁基爱伊莎比古努兰兰。alalan nulalan。好，你再念看看。在比 Cai 在 pacay to malat metay sidingki ay isapiku nulalan。可以吗？我觉得可以耶。可以哈，好，好，基本上是这样子了哈。当然我们就是先不要管它的这个理对不对？论上哈，嘿，入口它应该是这个主词啦，但是它因为牵扯到它礼让的是什么啊？就是它是在那个入口，所以就有一点点这个在句法上是通的，有点乱是吗？通的，其实也不会乱，就是说，因为你是在入口没有礼让啊，是这个概念哈，所以基本上还可以哈。好，我们看下一句哈，应该差不多了哈。好，这个就好，受困这个单词，那个这个句子我看，谁？品杰书写。好吧。苏贤要不要试看看？苏贤，哦，受困，受困。对，我不知道这个麻烦的是可以吗？发的少，我不知道用哪个字。
你能够查得到吗？就是说，受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单词哈，呃，比如说马德纳哈，那我们先用这个单词好了，看看等一下有没有别的长辈用这个啊，马德纳，阻挡的那对对，受困，好，好，下一句马德纳就可以了，就叫受困哈，马德纳爱哈，马的那一个好，椒盐，马德纳伊，那个好，那个拉嘎哈。马德纳伊拉嘎，好，可以，伊拉嘎哈，好，好，有主词了，客人，访客，客人叫什么？巴拉方爱你用拉放就好了，拉方爱拉放就好，拉放就是名词，拉放哦，拉放拉客人受困在礁岩，是不是？马的那古拉方以那个好，可以哈，很好，这个主词摆在第二个位置就是标准哈。好，马德纳古拉方伊拉嘎，好，冲浪客了，冲浪，好，现在就是说浪。那个客就不用分了，是不是？他就是个人，是不是？所以浪花海浪，你会不会？海浪 double，double 好。可是你不能只用 double，因为 double 是海浪，它是一个冲浪客的话，你怎么样去构成这个词？好，你用 double，他是个人，是不是？冲浪对。misalama ai do double 你是用词组了，double。后面加爱但是不能 double 盖，他是人，对不对？mi double 盖还不够。它这个浪不是一次嘛，它是一直跟着那个浪，有没有？它是持续的，所以怎么增加？持续的重叠。咪嘎，不要嘎，重叠。对，首音节重叠。咪哒 double 盖。对，米达达布里盖啊，就是冲浪客啊。好，整句。可是米达达布里盖是主词哦。马德纳古米达达布里盖伊拉嘎。好，马德纳古米达达布里盖伊拉嘎。好，很好哈。好，我们把它完成好不好？我看见。米能能个孤独。不能米能能，因为米能能是去看。看见，马能能。看见。冲浪客还是什么？好，马能能可以，马能能。马能阿姑。阿姑。姑。你达达布里盖伊拉嘎。好，马能能阿姑姑
，matenai 啊，哦，对对对，还有受看一下困，马它就德纳埃，变成是一个词组了，是吗？嗯，对对对，马德纳埃啊，米达布里盖伊拉嘎，你再念一遍看看顺不顺？Mananang ako ko magtanaay mitatabaligay ilaga. 好，最后一句了。我昨天加昨天了， Sinachila 加在哪里？最后面。最后面。